即摆有不少县市拢正咧推设注预防射送地品的活动，鼓励民众赶紧来做疫苗。伫新德市的部分嘛宣布讲，对今仔日，也就是12月初9开始到12月12，只要符合注射资格民众来到中正市场注莫德纳疫苗，现场就当领到200块礼券。注疫苗还有礼券通领，真侪民众听到感觉真欢喜，而且随到随住。边开时间排队等，我觉得很好，很好哈。哎，对，应该更多人施打。我觉得会。我个人是觉得最方便、最喜欢的是，因为我不用登记，我有空我就可以来打。到顶的礼券拢是准备要发给注预防射的民众。卫生局表示，只要是符合注莫德纳疫苗资格的人，不论是第几档，拢会使来注。是免预约的哈，民众只要一来就可以来免排队进行施打。好，那打了疫苗，我们还可以赠送200块的一个全年的礼券哈。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刺激更多还没有施打疫苗，不论是第1剂或第2剂的都能够加速来这个施打疫苗。新德市注完第1档预防射的民众，目前有92%，第2档是73%，全国排第1名。所以来卫生局会继续通知符合资格的人，赶紧来注，提升新德乡亲对病毒的抵抗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德报道。